做鸡做到无了时，听过流浪狗，敢捌看过流浪鸡。风台一个过，宜兰就有店头开店，发到门口口有一只鸡美丽的电筒，甲电筒当做家己的厝，不三时还佫会飞上树。有时阵伫咧涂骹乱扫，有人要抓伊，拢抓袂着。这只鸡的骹手真溜俩，好心的店头摕物件互伊食，讲会继续互伊带。伫青色的树丛内底，真安踏咧休困，还佫不时会整理家己的毛。斟酌啊看，这竟然是一只白肥啊白肥的流浪鸡。因为它刚好我们那段有一段时间休息啊，因为刚好开店，他就发现到它一直都在这边呢，这个区域啦，这边大概这边。这边哦。对。这边比较凉。对。那你说晚上躲在哪里？晚上会躲在电表箱上面那个横挡那边。原来是店家伫咧风台了后开门来营业，发现到这只鸡，日时的时阵就觅伫咧树仔顶咧闪日头，啊若到暗时啊。伊阁会飞去你2层楼悬的电表箱顶悬休困，因为伫遮会当闪避这个鸟甲狗的攻击，所以这只鸡算起来是真巧。嘛有迄个民众摕纸箱啊，毋过想要甲掠，阁掠袂着，因为这只鸡的动作真美丽。店家看到这款情形，就紧伫咧网络顶悬来铺文讲，伊会晓飞，阁会晓爬树啊，暗时啊，阁会晓困伫咧这个电表箱顶悬，想要来找这只流浪鸡的主人。毋过嘛有网友激五人咧滚笑讲。会晓投奔自由的鸡，就莫阁叫伊转去。也阁有人讲，莫非是这个心照红红咧？可能就给他这边住啊。这个善心的店家，伊阁会传米甲高丽菜来甲饲鸡，就是惊讲这只鸡老大伊腹肚枵，嘛表示讲会继续来互大落去，想要带偌久拢会使哩。安尼嘛，互这个厝边啊，乌老讲店家实在是足有爱心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